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。今日咧帶到大家咧嚟到呢一個位於喺西貢嘅清水灣頭段飛鵝山。咁飛鵝山咧屬於喺西貢咧一個顯赫地段啊，因為呢度名人聚居之所，亦都咧喺呢一個清水灣頭段咧，其實佢距離呢一個九龍咧更加近添啊。由呢度去彩虹地鐵站咧，其實只係3至5分鐘嘅車程嘅啫。去啟德嘅 CBD 同樣都係多幾分鐘，所以交通非常之方便。但係亦都有郊外嘅傳統豪宅嘅一啲嘅美景，因為咧呢度咧背山面向咧就係維港嘅海景，景色真係一流。而成交造價咧創咗呢個飛鵝花園咧10幾年咧嘅新低價位啊！咁究其原因咧，其實因為咧呢個原業主咧好可惜咧就被呢一個財務公司收咗。咁所以咧，同埋佢本身咧，加上佢係全屋咧一個好大型嘅僭建啦，包括佢個建築啦，同埋佢個花園咧，都係好大嘅僭建，違規得好犀利，都俾呢個屋宇署甚至地政署咧就出呢一個 order 信，需要清拆嘅。所以咧一個新買家咧係會面對咧呢兩個嘅僭建令、清拆令嘅即係影響啦。所以咧以一個低價咧去承接。其實一個新買家咧，都係喺區內知名嘅買家嚟嘅啫。對於呢啲罕有嘅超低價成交咧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因為有部分嚟講咧，係其實屬於內部轉讓，轉俾啲直系親屬啦，或者係轉俾自己嘅公司擁有，所以通常係一個低於市價嘅成交。但係呢啲唔係一個真實嘅成交個案㗎。而另外一啲咧，好集中咧，就係一啲財務公司或者銀主盤。而部分嘅單位嚟講咧，更加咧可能係日久失修或者好殘嘅裝修，咁所以咧呢啲咧牽涉嘅問題咧，大家要一留意啊。好，咁同樣之後咧，我都介紹一啲筍盤俾大家啦。一間咧位於喺傳統嘅豪宅康湖居，今次呢件咧仲係一個臨海嘅別墅，屬於4期 K 段單號屋，一個2554尺嘅建築面積，實用面積1945尺。傳統嘅4房套房，另外工人房嘅設計，另外再有平台、天台、車房，同埋好大過千尺嘅花園。咁呢啲臨海別墅嚟講，環境非常之優美，而屋裏邊嘅裝修咧都係幾有品味設計噶。而第二間咧更加係位於清水灣道金樹路嘅金樹小築。咁金樹小築咧一共只得6棟咧係別墅嘅啫。入到個花園啊，實情係6、7部車都絕對冇問題。附有靚裝開揚嘅景觀，建築面積2200尺，實用面積1863尺。而家個叫價只係進一步去到調低到3800萬，另外放租68000蚊。呢兩間呢都係低於4000萬嘅叫價㗎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，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噶啦。3間嘅分行分別係西沙路高柏嘅分行、西貢市中心分行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相信我哋咁多位資深嘅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咧揾到心頭所好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峰，展開2次人生。